的心。其关键说呢，那么来能对依据的那原点，刚刚这么样明白了，其实就这把没法生存完的，两人原都是那你家扛枪的机器，也就乱了嘞，啊不，其关键是。好，我再继续看一下，外在的举止仍需一如平常，内在的功德不值5分钱，外面的举止却又显得光冕堂皇，像是眨眨眼皮，以示深入禅定等，这是不对的。对啊，过啥的吧？这个意思能理解吧？啊，你找到3五多万，3五多的也都要就像拿过多。好，够不够清楚？清楚的话，不再做解释了。我说啊，哎呀，啊，能力两年做起来是真的。好，总而言之，就是要重点于在内在的心修持。这绝把上不都过得过的话，外在的好的行为虽然是需要，知道？你那样去绝把的能力，绝把你的眼睛引度多就话。但是呢，重点呢是，外在的行为跟内在的修持一起来提升。那等到可能是我的身体的那个密诊过程的那交接的啊，前期的你们读书们在没人给渠道的，刚才这个，就过来讲的前点不就，人绝把的那个早早些个就没些到松松些那个啊，200个200亿，到了这些钱，真紧嘛来说。好，这个指的什么意思呢？在内心，在想一切有的没有的，都在想烦恼三毒，都在想一个全世界的事情。然后呢，身体呢好像都已经做得很，都挺直挺拔，眼睛好像这个眨一眨，好像这个都装作成多有在修持一样。这样的做法是不可行的。对了吧？应该也就说我们都这个结果评论的话，其实我跟你说，它结果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内在的修持、外在的行为都一起来要提升进步，不能只办好外在的行为。我们就大体就讲的真的，要不去定的话，这个身体把需考我去工作。好，在观修打坐的时候，做事呢当然是会很端正，那同时呢，内心也要好好的去思维调柔。这个就是我们叫做生长不跟流长不光，流长不清的话，流长不全的生长不用的话。好，基本上在打坐观修的时候，当然身体要挺拔，身体能挺拔的话，内心心也会直。不是这样效果的事。那这觉得也有的名字有地方呢，你觉得去的比较一样。好，在这个自己在修心打坐的时候啊，如果说周围有人来的话，你不用在那个管别人的周遭的事情。打坐的对。你两人对不对？这样做的话，对修持有害。给满解送下，但是得送多啊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这里面说这样是不行的。对多啊。而且，两用的也的生活的病毒锻炼，完全没解，杀去去啊，苏刚根本是个帮助突破习惯，也是希望了他是，对。怕过郎中啊，都不过说，就是老的。好，我们不应如此交视，而应以祭天菩萨、圣盘陀伽等为榜样。我说啊，这样有没有听懂吗？啊，两用是的，也就身体宽点多过了，也是正途。好，这个体验呢，都是一直需要进步在内心上面。这样完全没了，杀去起来就不多事。当然呢，这个呢是一个外表子不露声色，
不让任何人知道自己修道的进程。就是希望了嘛，这就希望了。所以呢，必须像一个祭天菩萨一样。也是希望了的，娘们这个经常叫什么？也是希望了的，娘们弄的对军人没做过，娘们把修行把它过掉。好，佛子的祭天菩萨是怎么做的呢？他的做法，平常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有在修持。你做个单位呢，过娘们不急，马来是要。如果别人看起来都认为，都在说他不是修行人。不，可能是也是希望呢，啥呀的，对不对？主要的基本上送的两个推的经历都是我的。为什么？娘们去的经历都是，别的大部分都是。别人的眼里，也是通过啊。祭天菩萨是看到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只会吃，只会走，只会这个排便。只有这3个以外，其他什么都没有在做，这叫做三想。没做的是我是对别人讲嘛。所以呢，他没有在做，在别人的眼里很羡慕的，没有在做羡慕的这个修持。但是现在俺们没说过了的，各科队呢，他听的，但是老人都是老中听的经验都是。大过了现在开始就要马来西亚。好，所以呢，都别人称他也说，哇，他也没有去阅读经书，也没有在修持，跟他什么都不懂的。啊，但是现在他过了个上那钱的，是吧的？是吧的？没做上那钱，但你们就马上就缺些的钱，缺些呀，人们这个多是，这可能的人们的夸用过，他可肯定就是大多数。所以呢，就其他人想要刁难祭天菩萨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制定了一个说，要大家这个轮流来宣说佛法，总有一天都会轮到他，所以呢，那时候看他怎么在说法的。哎呀，他对对老中间的没接他，这个第六个人的变得好不的是。就是因为平常都没有在修持修学，之所以呢，那时候就会表露出来平常没有修持的这个问题。平常你们就是这样，他确实有学习。当然呢，有一天就轮到了祭天菩萨说法。他既然确实把做的事，不进来。所以呢，就是有人就跟祭天菩萨说啊，你这个某一天就是在某某寺庙里面要去讲经说法。不要紧。那祭天菩萨回答说好。好吧，做我来这个。祭天菩萨问说，我要去哪里想法？俺那去呢，俺那个把教的是在哪去学的是俺那嘛会要的这个。所以呢，要去那个女众出家众的寺院里面要去讲经，那里面有很多女众的出家师父。大家记得讲了，俺那个把珍珠的弄烂的，咱俺这里边写着的，你就写不来是他的。所以呢，那些这个女众出家众啊，这个女出家众们都很生气，说这个实在是太看不起我们了这。老中去能给就确实个当然都是。都派来了一个根本没有在学习的一个出家人来派我们这边说法。感觉我们就接不来啊。所以呢，实在是做的是太随便了。哎呀，那你那样。俺那学了不开就是，去北京咱们看看他，主要是大人，可去跟老中面前去看这些就是大概意思叫的。所以呢，因为祭天菩萨已经答应了说要去说法，所以呢，大家都想要去看他的笑话，说没有根本在学习修持的人，看他怎么个说法的。你恐怕都走弄了，他可能是他可能给俺就确实心里面是嘛了去的。那以后呢，俺做干有嘛就去了，红中的是他的，要么得接不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女众的出家众们，这个非常的生气，怎么可以随便答应根本没有修持的人，怎么可以随便答应要说法？实在是太看不起我们了这。